每天10分鐘投資好輕鬆，大家好，歡迎收睇1月28號星期三嘅開市起跑線。受金融及科網股升勢帶動，恒生指數連升5個交易日，累升639點，升2.4%，並且重上27,000關，收報27,126點，升361點，升1.4%。科技指數升97點，升1.1%，收9,244點。恒生科技指數升28點，升0.5%，收5,754點。大市全日成交總額2,543億，北水交易總成交額1,022億，而南向資金淨流出6.35億，係連續3個交易日錄得淨流出，其中淨買入騰訊10.24億，中人壽5.11億，長飛光纖光纜3.54億，中海油3.12億，淨賣出中移動11.47億，紫金礦業8.42億，中芯國際5.52億，阿里巴巴4.01億，華虹半導體1.91億，招金礦業1.45億，紫金黃金國際1.33億。據統計，南下資金已經連續5日淨買入中海油，共計14.08億，連續3日淨買入騰訊，共計22.79億，連續17日淨賣出中移動，共計140.4億，連續3日淨賣出阿里巴巴，共計21.26億。技術上，恒指重越27,000關，料可挑戰27,200點，而可突破27,200點，並且企穩其上，可望上試舊年嘅10月高位27,381點。A 股三大指數早市個別發展，午後全線穩升，上證指數全日收升7點，升0.2%，報4,139點；深成指收升13點，升0.09%，報14,329點；創板指數收升23點，升0.7%，報3,342點。滬深兩市合共成交2.9萬億元。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按日下調15點，報6.9858對1美元。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近7.4萬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口徑計，按年增長0.6%，頭11個月按年升0.1%。2025年12月單月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按年轉增5.3%，前值跌13.1%。2025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嘅營業收入係139.2萬億元，按年增長1.1%，發生營業成本118.75萬億，按年增長1.3%，營業收入利潤率係5.31%，比上年下降0.03個百分點。2025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係57.6%，比上年末下降0.1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帳款27.43萬億元，比上年末係增長4.7%。產成品存貨有6.73萬億，增長3.9%。產成品存貨週轉天數係19.9日，比上年末增加0.6日。安踏體育公佈向 Artemis 收購 Puma 4,301.48萬股，佔 Puma 嘅29.06%股權，對價係每股普通股35歐元，合共15.06億歐元。交易預計喺2026年底前完成，但需要獲得相關監管機構嘅批准，並滿足慣常交割條
今日介紹嘅股票係新意網，股票代號1686。新意網受惠於 AI 需求同數據中心擴張，旗下各個數據中心見證咗新嘅客戶部署。其中香港最大電力容量嘅超大規模數據中心 Mega IDC 第一期已經喺2024年成功啟用，預計喺2026財年出租率將進一步提升。此外，第二期工程已經動工，預計喺2026-27年竣工，將增加約35萬平方尺嘅樓面面積，持續滿足超大規模雲端客戶需求。集團喺荃灣嘅數據中心亦都見證咗新嘅客戶部署，而位於沙田嘅數據中心就受惠於電力容量提升嘅項目，能夠滿足客戶嘅新要求同提升整體容量。此外，集團亦都觀察到其他數據中心嘅客戶亦都加快咗擴充趨勢，所以作為市場上嘅優質數據中心服務提供者，集團特別投入大量資源，確保所有數據中心都具備嚴謹嘅物理同網路安全管控機制，並定期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測試同埋核查。有別於其他經常更換所有權嘅數據中心，集團專注於長期發展，並持續進行投資以優化設施，為客戶創造價值。人工智能正日益驅動推理同雲端使用嘅需求，而呢個趨勢亦都已經遍及集團整個數據中心組合，尤其係中國超大規模客戶有關擴充容量嘅查詢顯著增加，因為佢哋都希望將更多人工智能推理相關服務整合至其核心產品組合之中。呢個趨勢已經開始令集團直接受惠，例如喺 Mega Gateway 同 Mega 2嘅人工智能相關部署正在增長。喺 Mega I 廣泛嘅光纖互聯網線同海底光纜連接生態系統帶動下，集團嘅網絡連接業務仍然強勁。Mega I 係香港首屈一指嘅網絡連接樞紐，亦都躋身全球前5大之列。展望未來，隨住更多進出中國內地嘅數據流量途經香港，需求將會持續強勁，從而鞏固香港作為亞洲主要網絡連接樞紐嘅地位。集團未來嘅資本支出將按需求且以靈活嘅方式進行管理。現階段集團具備能夠喺客戶訂單確認後4至6個月內交付容量嘅能力。呢個模式既使集團能有效滿足客戶頻繁嘅緊急需求，又同時以即時生產模式優化資本支出。集團將繼續優先投資於需要先進基礎設施且預期產生高於市場回報嘅優質項目。透過優化資本配置同維持審慎嘅資產負債表，集團具備良好條件，以提升回報同鞏固穩健嘅財務實力。喺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集團經調整嘅資產負債率維持喺44%，或者喺唔包括股東貸款在內嘅情況下就係31%嘅健康水平。喺母公司新鴻基地產集團嘅大力支持下，集團具備充裕流動資金同埋財務資源，以把握香港人工智能推理需求上升所帶嚟嘅機遇。建議買入價係6個6，目標7個半，指示位就6個3。個人冇持有上述股票。